希拉里·克林頓星期四晚間接受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佢喺講話中強調有必要團結起嚟面對呢個國家嘅挑戰。希拉里·克林頓喺費城舉行嘅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嘅最後一晚發表講話時話：呢個確實取決於我哋必須決定我哋係咪要一齊努力，讓我哋所有人都能夠共同奮起。現年68歲嘅希拉里·克林頓係第一位獲得到美國一個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嘅女性。經過各州初選同埋黨團投票程序，佢擊敗主要競爭對手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桑德斯之後，贏得到提名。儘管桑德斯呢個星期喺民主黨代表大會嘅發言中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頓，但希拉里·克林頓喺11月大選前面臨一個挑戰，就係將嗰一班講話唔會支持佢嘅桑德斯支持者爭取翻過嚟。希拉里·克林頓星期四稱讚咗桑德斯嘅競選，強調佢對年輕人所具有嘅號召力，以及喺促進經濟同社會正義方面嘅努力。希拉里·克林頓話：佢希望大家都知道，佢聽到你哋桑德斯支持者嘅呼聲，你哋嘅事業就係我哋嘅事業。佢承諾要努力創造更多更高薪就業機會。佢話中產階級繁榮咗，呢個國家就會更加好。希拉里·克林頓話佢無意奪去大眾嘅槍支，但希望實施改革，避免大眾被唔應該得到槍支嘅人嘅槍擊。佢話必須治癒國家分歧，唔單止係喺槍支問題上，而且喺種族、移民等諸多問題上。佢話呢個就要從傾聽開始，互相傾聽，竭盡全力理解彼此嘅睇法。希拉里·克林頓大選中嘅主要競爭對手係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嘅川普。過去一年多項民意調查顯示，選民對兩位候選人都存在一啲負面嘅睇法。呢啲民調仲顯示，大約30%嘅選民認為希拉里·克林頓唔值得信任，但蓋勒普嘅一個民調卻顯示希拉里·克林頓係呢一個國家最受仰慕嘅女性。